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你，我也无法独活。当果郡王看到甄嬛高烧不退时，他立刻想用以身制冷的方法帮爱人降温。紧接着，他脱掉外套，躺在了雪地里，试图让自己成为降温的天然工具。雪中情，雪中情，雪中梦未醒，至今换得一生泪影。然后，他将甄嬛紧紧抱在怀里，想让冻透的身体消退爱人身上的温度。此刻的果郡王已经爱得无可救药，他明知自己和甄嬛根本不可能，却偏要在薄情的世界里给对方爱意。或许这是果郡王对甄嬛最大的诚意。等身上的热气消失殆尽后，他再次倒在雪地里，把温度降下来，反反复复和来来回回不知多少次，直到温太医赶来救治甄嬛后，果郡王才停止他疯狂的举动。同时，他也被寒气侵入了全身。当甄嬛从他人口中得知一切后，他立马想要看望这个不顾生死也要救自己的男人。要不要喝点水？云离，嬛儿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一地和谁说话，做了些什么，都要查看清楚。